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放音腔真养生课上的西蒙老师，屏东06年。今日要来同大家分享，穴位按摩36式，一個希望呢可以幫助觀眾朋友變輕鬆，睡好落覺，加強記憶，身體健康。而家都來聽到西蒙老師嚟做穴位按摩嘅動作。事前我來介紹一下按摩嘅原理亦都會用人嘅數狀或者數字，睇個穴位當中，我哋用旋轉算嘅按揉一個方式，將個穴位嘅身體都個溫度來增加，安尼會加強我哋嘅血液嘅循環，可以讓個細胞組織器官呢可以得到更多嘅養分同氧氣，那你對我哋嘅養生都有幫助。那一個時間按摩嘅時間都早晨5點到7點卯時嘅時間，個下晝頭嘅按部頭嘅5點到7點嘅做行個酉時嘅時間。當朝頭咧，因為我哋血液循環都做個心經嘅時間，我哋個唔好嗰時我哋都睇個空腹或者個食過飯1點半鐘以後我哋嚟做一個穴位按摩，同時呢地點都可以喺客廳書房個臥室一個空間比較寬敞光線個明亮嘅所在，通風良好，唔好要吹到風個窗嘅關係吧，冇俾個風太大，冇將個風吹到人嘅後腦，因為我哋要講嘅神仙都怕腦後風，因為後腦吹到風會頭昏昏腦脹脹，然後甚至嚴重會感冒傷風。那我們在做這個穴位按摩記得都預備準備嘅動作，我哋都碌下嘅手掌墊嘅個高度差唔多40公分，我哋都坐墊嘅坐個墊嘅當方可以坐1/3，或者坐一半，我哋腰嘅同個上半身會打側，唔好彎腰駝背，肩膀要放鬆，兩張眼珠都平視，豎心都向下，靠個大腿當方，我哋個大腿同小腿呢，佢都保持90度，個唔會影響我哋個腳部嘅血液循環，因為冬天過冷嘅時間，我哋要做差唔多半點鐘，個腳嘅部分血液循環會唔好，都我哋嘅預備式。第一式呢都會按摩百會，百會都喺一個位置，都有個耳朵兩個耳拱連線，同個頭那個中間，這也所在也都百會，百會是督脈穴頭，我哋數先搓一搓，有熱量以後，我們就再按在這邊然後數36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按你體路卡做時間呢，你都可以摸住合起來個深度嘅數嘅數你看那個做36次以後呢，彎腰數因為數熟就本腔嘅百會1、2、3、4、5、6、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啊，一個百會經過穴位按摩以後呢，那個頭腦會更清楚啊，眼珠會有個視力更好啊，唔會模模糊糊啊，所以因為一個百會呢，除非我那個督脈的穴道哈，啊督脈是統領哈6個陽性那個經絡哈，有大腸經啊哈，這個膀胱經啊，還有三焦經、膽經啊，這6個陽的經絡啊。那我們這接着做第二式，第二式是摩頭醒腦啊。摩頭醒腦也是用手掌就是掌心向那個脈門也好，就雙下雙下震通啊，個手呢向後背向後背多個後腦一個1、2、3、4、5、6、7、8，按呢做一次算一次可以做深一次1、2、3、4、5、6、7、81、2、3、4、5、6、7、81、2、3、4、5、6、7，按算一拍算一次，可以做12次這都上下震動向後背向個腦因為我哋嘅按摩時節嘅脈門脈門都我哋大腦中嘅大腦大腦做計算啦思考而家做決定做決策個行動力都我哋做事情個有精神嘅都全部嘅脈門嘅額葉個會經過一個顳葉顳葉就一個耳弓頭線，耳弓頭線也都我哋嘅語言講話個記憶的地方個嘅枕葉就我哋睡夢嘅時間，枕頭嘅所在那個枕葉都我哋視覺嘅控制嘅地方個有小腦小腦就我哋平衡我哋做運動學習運動有啲平衡個第三式就按摩太陽穴太陽穴都睇個木眉毛木眉毛的木足一個位置用食指中指按呢旋轉那個眼睛可以閉起來，然後你慢慢的按摩當你嘅頭昏腦炎嘅時間呢，你都可以做一個太陽穴的按摩都可以增加我哋腦部嘅血液循環可以保強我哋身體當嘅太陽穴太陽穴是這個經外奇穴就是七經八脈的穴道這個地方盡量不要碰到那我們這個穴道按摩大概前面3式主要就是原理就是把這個動作機械動作變成個穩土將個一套身體嘅細胞組織緩衝力乎呢，這個血液循環順暢當然你都可以達到個保強身體一個目的我哋做個一般呢我哋做係運動嘅時間豎弓豎弓就兩隻手呢放喺我哋嘅肚臍前面調整個呼吸都頭氣300到600個我哋都可以繼續一般我哋做係嘅豎弓以後呢，都唔好馬上去偏手按摩手摸洗冷水可以睇學堂行洗鼻嘅溫土唔好整個嘅開水就溫開水對我哋嘅身體這個循環這個精神各方面都會有幫助
哦，大家做个同好啊，什么呢？